大家好，今日到我世紀21宇田地產 Danny 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大埔太和區嘅屋苑美豐花園，而呢個單位總面積係296尺，兩房一廳嘅設計。咁我哋先望一望廚房呢個位置咧。咁廚房有足夠嘅空間可以放置雪櫃、洗衣機，亦都有雙頭爐頭抽油煙機。至於客廳啦，咁方正實用啦。咁外望咧都可以望到開揚嘅遠景。洗手間咁做咗一個企缸式嘅設計，咁亦都係有通風窗啦。細房咁放咗張單人床，咁房間有兩邊窗，咁望到遠景，亦都係望到部分有開揚遠景。主人房，咁主人房原式咧有個放衣櫃嘅位置嘅，咁呢邊咧可以放到一張標準嘅雙人床。咁現時呢個單位咧，業主以放租為主嘅。咁如果各位有興趣參觀嘅話，可以聯絡返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。多謝。